早晨5点，离开地面比到天空来看来，落雨从天之眼非常非常的强，空气啊真好哦。喺陈明跟大家好，我也是关注明台币。今日呢，米正带大家闭上天空来探讨今年热天台湾最热火嘅时期嘅发动哦，热气球。从民国100年呢，推动县政府都要6月高台来判列热气球感染发动。还有呢，就是说机器人演示的才在来判列热气球哦。不过呢，推动县政府因为它哋较高面，里面较多，从人哋从呢6月比到持上2条嗰种嘅。县政府当公里了，交通部民航局申请的热气球的合法航途呢，是遐创举哦，伊就同时培训自家的种个飞行员等等哈，希望在带动了一年呢超过19亿的种个产车啦，公共产车，希望再带动几个台东地区的种个产业起飞哦。不过係咪一种个持续的发展下去，还有一个地方来注意呢，像等下呢，嚟到种个6月高台嘅种热气球的表演现场呢，请大家详情并台岛来宾共同讨论。开会了！以下节目将推引从空中转到地面上的哦，来比说说到你推动沿6月乡的6月高台哦，头下面真到天灯的时节哈，谈到嗰种嘅讲法是头下轰轰滚哈，係因為其實嘅熱氣球嘅吊籃啊，非常非常嘅細啦，目前都台灣最比嘅自由比嘅那種熱氣球吊籃係最初3人天天哈，除咗面真邊那種嘅這種嘅翕入樣以外咧，是只飛行員啊，佢哋操控哈，家己咪隨時注意啦風向，韓國嘅種熱氣球點樣熱氣有喇叭嘛，故說其他佢哋用牙齒轟，佢牙齒轟一下哦，所以到天空燈嘅時節，看下啲風景非常非常正，所以其實坐當位吼，阿文嚟講哈，非常熱嘅，因為嗰種嘅牙齒嘅手氣要緊衝下來啊，我一點點熱啦哈，不過真見啊風景呢非常非常嘅正哈，馬上歡迎嘅現場來賓，第一個呢係你嘅推動縣飛行運動協會嘅前任理事長鄧達義鄧理事長哈。大家好，我是鄧達義。好，安子生，他代表嘅推動縣政府公共旅遊處嘅處長陳淑慧陳處長你好。大家好，我係台東縣政府觀光旅遊處處長陳淑慧。哦，那個處長這個連香港話都用上了，好 OK 好，馬上歡迎介紹第3個來賓係你6月高台採體嘅文史工作者，也係你6月鄉策略聯盟嘅受信人廖忠勳廖先生你好。大家好，我是廖忠勳。頭話講到吼，廖總嘅熱氣球感染法都推動縣來辦理已經進入第3年咧哈，到底熱氣球係要幫你重啟，讓在比上天，感染你係乜解呢？先聽聽新聞記者講頭去了解一下。唔知熱氣球係用嚟比上天的麼？熱氣球就字面上嘅意思來講，就係膨風。不過膨風以前先要尋到風嘅方向，順風將做得本球嘅起起來哦。顛倒顛倒顛倒。要注意噴火器同球嘅方向要顛倒邊，才唔會出火。膨風以前要先用手嘅，然後球嘅藍嘅行過噴火器，上面鋪粉掃下來，才做得保證安全。沒有，再一次，要喊一下哦。噴火器係熱氣球嘅動力引擎，故所以聽要先確定有火，才做得咯。來風扇定位，風扇。熱氣球雖然係用手風帶吐，不過熱氣球喺膨手氣以前，電都係要先吹天山乾冷嘅空氣。都會替你解脫膨手氣嘅時間要有耐心，分鐘幾下擺哦。做唔得一擺就想要降到爆，才做得部熱氣球安全嘅升空。不行了，不行了。OK， 你不要動。非常優秀的一個飛行員。好。哦，你看睇樣片，大家可能對熱氣球有較多的了解哈。我先請教一下陳處長，就其實我知道這個活動的這個熱門程度，從這個一年比一年的延長的時間來看，就看得出來，其實這個熱氣球活動在東台灣，或者在國人的旅遊選項裡面，已經是深植人心了。那今年的熱氣球，我知道你們有3樣創新，譬如說，有這個可以這個自由飛行這個部分，載客自由飛行這部分，那你們也申請了這個熱氣球自由飛行專用的航道啊，那還有5顆
登记有台湾国籍的，可以有商用执照的气球哦。那这些其实都是你们过去累积2年之后找到了一些创新的方法。这样的创新背后有什么样的愿景吗？还有就是说，你们今年办的活动又有哪些特色？其实我们大家知道，台湾很多的观光活动看起来都蛮雷同的，就是这个县市有，那个县市就是有。那台东基本上时间成本、交通成本都比别的地方还高。那我们就在想，如果每个地方这样一味的都一致性，那我们台东真的是没有得比哦，没有办法吸引游客，要特别花那么多时间、花那么多钱来到这。那我们就要想出来，我们台东有什么？结果呢，大概其实在10几年前，像邓理事长他们就开始做一个想飞的季节，原来就有一个想飞的季节，这样大家想说，在台东的空中，可只是说因为想飞的季节在飞行伞这一块，很多地方北中南东大概都有，我们就想有什么元素又可以让想飞的季节这样的一个概念持续，而且又让台湾的民众甚至东南亚。香港、日本的旅客来感受到说，台东还有一个特别的部分，那热气球就是我们所想的一个选项。好，谢谢。那我请教一下廖中勋廖先生，就是说，鹿野高台当做一个东台湾的一个飞行运动的一个基地，其实从民国80年就引进飞行伞，那10多年前其实也有这个飞行伞这个活动哦。那您怎么样看待说这个鹿野高台上面这个？一代新人换旧人，或者长江后浪推前浪，这样子各式各样。因为游客总是喜欢这个比较新奇嘛，新鲜的事物啦。就说，这些活动的更替轮迭，您怎么看这样的一个现象呢？基本上，不管是飞行伞或是热气球，那对我们鹿野在地，甚至永安这一个区块，高台这个区块的一个产业发展，原则上都有很好的一些帮助。这样，所以我们在地原则上是乐观其成的。那如果说以我们自己这些年来，包括热气球也好，包括飞行伞也好，尤其在这近2年，我们社区在配合这个地方活动的话，我们事实上民众是相当乐意来配合这样的观光活动。例如说，我们在这些年来，第一个我们会加强这个在地社区环境的整理，甚至我们在去年开始我们对外就把社区做整合。那包括提供了30处以上的公共厕所，给游客来做更多方便的东西。就是游客可以到一般的民宿或者餐厅去借用这个厕所。是我们就是让这个地方变成一个友善的一个旅游环境。那也因为这样，所以我们开始在做鹿野地区一些休闲产业业者的一些整合的一些活动。那至少让他们了解这个。观光产业对地方的观光发展是绝对正面的。那大家必须要第一个，你要认识这一个产业，那认识热气球，认识飞行伞，认识我们鹿野的观光旅游的东西。所以，像在这些年来，大概我们是在地方是抱持的很乐观的这个角度来看这一个新形态的这个观光产业的活动。那也配合公部门来做行销。那当然这。过程我们希望是造就更多的就业机会跟地方的一些经济效应，这样。其实我们刚台湾老个种诶陈处长讲都是讲，其实其实上诶永续来发展种诶热气球诶产业，古时候呢其实攀那种所谓诶热气球诶学员嘅训练学教哈。邀请2位我们这个飞行员非常帅气飞行员上来跟我们讲一下，为什么想要当飞行员啊？想当飞行员有什么样的条件限制没有？同时先生说法让你讲给哈，那种要。热气球有什么样的构造？那也对比从天空一眼里有马该。有请我们2位这个帅气的飞行员，请到台上来，谢谢。好，先请教一下2位的大名，你开始。你好，我叫志伟，吴志伟。你好，我叫邱胜富，大家都叫我达嗨。达嗨 ，OK， 好。飞行员甄选条件，年满20岁，所以你们都满20岁了，是哦。通过航医中心健检，这个航医中心健检都检查什么？视力吗？还是说什么听力？可以跟我们讲一下吗？航医中心的健检它不只包含一些就是基本的身体的一些状况，然后包含我们的脑波啊、一些超音波之类的东西，这样。脑波也要检查？对，因为他很害怕，就是航医中心特别注重脑波地方，因为他很在意会不会脑波会有不正常放电的状况，因为有些人可能会有一些沉着冷静。不是，有些人可能会有一些潜在的癫痫的那个危险因子，然后他必须得要透过去观测你的脑波，觉得你会不会有大脑里面会不会有不正常放电的情况这样。身高体重有没有限制？我看你们都很标准的体格
它是没有这个标准，但是整个健检就是会按照民航局它的要求，是会用乙级的方式来做体检。那志伟可以跟我们讲一下这个热气球的升空原理哈，就是热气球是这样，就一个球，一个篮子，然后这个什么喷火器，那这3个主要的构造本身是什么样的一个原理？好，那我这边跟各位观众做个解说一下，热气球大概可以分成3个部分，第一就是这个球皮的部分，然后再来就是所谓的吊篮，然后再来就是所谓的喷火器的部分。那我们知道热气球它的上升原理利用的是它里面热空气比空气轻的原理。那因为我们知道空气加热之后分子会变大，然后所以它的质量就会比外在的环境空气的质量还要来得轻，所以它就可以。它就是利用这样的方式来产生浮力的这样子，对。然后所以飞行员可以利用喷火器来控制热气球的高度，这样子。同时再搭配着上面这边我们可以看到上面有个排气阀的一个装置，那它是有一条绳子，飞行员飞行员掌控的一条那个操作绳来控制这个阀门的开合这样子。所以要下降的时候就把排气阀打开来。也可以使用这种方式，泄一些气出去，是没错，或者是等待它里面的温度稍微降低一点，浮力没有那么大的时候，它自然也会下降。好，那我早上我也搭过这气球啊，对不对？哈，那自由飞，那其实上面好像没有可以有方向盘，不能调整，所以你们的方向是完全靠水平移动，是靠风向，是吗？是的，没错。那我想请达海给我们讲解一下，这下面什么燃料桶啦，什么这些配备它的作用是什么？您来解说好了。好，那我跟各位观众说明一下。那一般来说，我们在篮子里面，我们一个篮子会配4个桶子。像我们台东的120的它的配置是有4个大概50公斤的瓦斯桶放在上面。然后我们在做飞行的时候，我们有一个基本的配备，就是所谓的航行仪表。那这个是指我们的高度表，还有我们的 GPS。还有我们会佩戴我们跟地面人员所联系的无线电来做，对。然后那在我们的这个仪器当中，我们也会有一个感应的一个温度表，要测试在我们球体里面的温度，保持它的一个内部的温度不超过120度，为了保护我们的球皮。是。那我们看到这个喷火器这个部分，那一般来说现在最新的大概都是会以2支。喷火器来做设计，那主要就是因为万一在空中有一个燃烧器如果熄火了，你至少还有一个燃烧器来做安全的考量。对，所以那我们目前我们台东所配置的都是2个瓦斯桶。那这边有一个排气阀拉绳。有。对，我们刚刚志伟也说明这个部分，就是主要是给飞行员来使用。例如控制它的高度也好，或者是我们在做降落的时候要稳定我们的球体。在一个缓和的状况之下落地，也会通过这样子的一个方式来做控制。好，那达海我要请教一下，就说这个球体你能介绍好了，什么样的天候条件才可以飞？什么时候可以飞？一整天都能飞吗？我们现在就是在事实上这样子的一个环境，在国际上都是在清晨的前2个小时跟黄昏后的2个小时。那主要的目的就是，所以大概就早上5点到7点，对，傍晚大概4点到差不多5点到7点的这个时间。差不多都是5点到7点。对，因为每一个季节它的那个日落的时间不一样，所以我们会以这个来做调整。所以下雨能飞吗？下雨不能飞，然后风很大可以飞吗？我们会限制在6节的风以下，我们会先做起球，然后再判断那个风向，因为风向。除了要看它的大小之外，我们还要考虑到它的方向。例如说，我们花东纵谷，如果我们的方向虽然它的风速不大，但是如果它的风向是朝着中央山脉或海岸山脉，那这个部分我们就会先暂停，不让它去。因为气球可能会碰到山。主要是因为我们飞到那个地方，没有人会救我们。没有不是他气球撞到山，是没有人救你们。对，我们需要配合我们的地勤人员来做一个适合的降落的地方。好。非常感谢2位详细解说，谢谢。唐太亮嘅那个飞行员按详细介绍，记得咧他功力已经非常好，所以做载客自由行的，唔单止係细流升空、神光听听啦，想请刚才听先生讲，看到2位好上瘾对于这个空中的飞行运动也是很有这个热忱投入。咁你前辈嘛，有冇可能用嘢發通到你嘅陸野發展哦？陸野除一開始你有野氣球因為經驗你也個野氣球老也個
飞行伞吼，都无同一个时间的一个飞行的时间，所以讲你是一个国主的时节，热气国好的时节，是安尼飞行伞的比的时间。所以讲一个时间地背感觉都竟然吼，也因为过去一个热气球老一个飞行伞有做一个互动，竟然开始都无体做一个互动吼，感觉都怪奇怪啊。够奇怪。嘿，有些事情可能要请教俺哋呢现任的一个理事长吼，来同人做一个介绍的呢。阿勇爷冇，现任理事长来介绍一下冇。我是很期盼的哈，因为这块地它是公部门在规划的场地，对是纵管处哈，纵管处在管理的地，那西部地方都是他们自己去开辟的承租的土地，那上面现在目前来讲，我们飞行运动总会也这个草案也定出来了，有关这个空域的管理的部分，关安全的部分都有草案出来了，现在目前还没有。那公部门就是纵管处讲说，法规没有制定之前，我们通通不能载客，不能营业。那如果说公部门如果把我们纳入进来，在这个舞台里面，你通通要做这样的表演的演出，相对来讲有酬劳，有他的义务的。所以说，跟去年一样，前年都一样，刮风下雨我们都要来。那是你的义务，你要做。相对来讲，他也负担一个表演的经费给你。这是有相辅相成的作用了。好，那我们来请教一下处长好不好？那谢谢我们的这个理事长，谢谢。那处长，真的是因为法令的关系吗？使得今年我们的活动里面没有办法把这个飞行伞纳进去？那为什么这个他们就说这个新发展的这个热气球都可以载人收费？那我们发展了20年的这个飞行伞不能载人收费，这部分做个说明好吗？其实。热气球，因为我讲它是民航局，它就像飞机一样，它是跟着国际标准，它是跟着国际标准这个，连它那个热气球，其实刚刚讲的只是健康检查而已，它连那个热气球的来源，所有的来源，什么时候100个小时要检验就要做检验，因为它是整个就是用的人就是飞行员或者是那个载具，它基本上都有非常严格的一个要求。那因为有这样的要求以后，它又纳入航空法，它要对消费者有一定的保障。现在飞行伞，因为它主管机关原来就是所谓的体委会，那他当时把它当作运动休闲，就是休闲，不是拿来做商业的。那这个休闲里面呢，它可能在这个部分没有，其实它本来如果有很多玩飞行伞，他们其实是拿到他那个载具该怎么样出厂年月，什么时候要做检查，有些人有做到，可是有些人没做到。我刚刚不是也提过，飞行伞其实它是可以发展，就像政府部门在发展那个空中的热气球，很多人可能会担心说，尤其政府部门会担心，可是我们为什么现在会不担心？是因为所有的东西如果照着一定的标准在走，而且国际也认证，我觉得加上消费者又可以保障，有什么好担心的？所以我们只是认为说。空域的休闲活动，不管轻航机或什么，其实有这样的一个可以慢慢去走到这样，那消费者也有保障，喜欢玩的人可以玩，而且他又可以服务游客，我觉得这样就会比较两全其美啦。好，所以这个法律问题是说，这个比行杂的迄 TUVMV 来讲呢，体委会来讲呢，那种目前的那个气球呢，已经变做迄普通航空业迄交通部的民航局来办理啊，所以因为主管单位冇向让家己嘅。伊就迄做休闲运动，做咩叫做商业嘅应用吼？伊个迄做商业运用咧，可能迄你处长头要做介绍。不过都在现场情况嘛，做现场的详情啊。对于现场相亲，如果说对于这个这些空域活动有什么样建议的，或者什么样想法，请举手发言好吗？好，这位先生。刚才处长的发言我非常不同意，因为飞行伞是一个非常专业的工作，飞行伞要拿到执照。它必须经过层层的关卡。中华民国飞行运动滑翔翼委员会，它有一套很清楚的规则在做，不是只有你正常的航空器是这样子，我们休闲运动也是一样是这样子啊。那是因为体委会跟民航局之间的不同，所以不同的系统。
好，我们的航空器，我们自己的航空器是我自己要保我自己的命。那我们每一个人的载具，我们买的飞行伞都是经过它的出厂的厂商认证的，我们才可以去买。那整个教练的规则都有一套非常非常完整的系统，我要这样子跟全国的听众朋友告知。我们有 P1、P2、P3、P4、P5 就是越野飞行员，然后 attendant 双人伞，然后 jury 裁判 instructor 教练还分 CPA 县级裁判、省级裁判、国际裁判，非常非常清楚。是，所以我要清楚的告知。那至于说为什么会不让我们营运，那我要讲一句话，是政府官员的思考。为什么你可以去同意一个私人的公司，他飞了你不管？那我们台东县飞行运动协会，我们正当的都听你的管制，那你也不准我们飞，只有是这个媒体啊，或者特殊的啊，经过县政府同意的、乡公所同意的啦，或者媒体报告的啦，这样子的才同意我们载双人伞。那其他当然，我要说，政府管理处他做了很大的改进，他同意我们的个人的飞行员，你随时要来这块地，他通通 OK 的。那台东政府管理处他也同意这个斜坡，所有的设施，各位，全国的观众，这一块地区这个区域，包括上面的900.5公顷的起飞场，是全部是为飞行场而设置的，不是为热气球而设置的。但是我也要肯定县长的努力，他的方向是正确，他的方向是对的。民航局的陈局长他的努力，我们都有目共睹。好，唐台观众的发言马上抢赶紧陈处长哈。刚刚我们的李前会长讲说，其实这个飞行伞它也有很严格的、严谨的一个部分。那有可能，比如说我们用表演赛的方式啊，来让这个运动好手来到这边，那有兴趣人可以来观赏啊，也有让这些投身这么久的很资深的前辈可以做评审。他如果有这个资格的话，用表演赛方式也让我们的飞行伞可以纳入这样一个嘉年华活动里面来进行空域活动的这些休闲活动的一个整合啊。他们觉得说，其实飞行伞跟热气球可以共存共荣，好像不是一个上去了，一个不能飞，这么感觉他觉得不公平。处长你怎么回应呢？其实飞行伞跟热气球是互补的，当不能玩热气球的那个风太大的时候，飞行伞就可以起来。对，所以它是互最补的啊。那只是它的在定义上，就是说，现在目前飞行伞除了另外有一个动力飞行伞，那个是民航局管的哦，它所有的东西是要定期检验。那我们平常的飞行伞其实是载具合法之后是没有做一个比较，就是要求什么时候一定要做什么哦，这大概是让保险一直没有保险的一个原因哦。那要不然动力飞行伞是 OK 的。那在这个部分就讲它是锁定在休闲娱乐嘛，既然是叫表演，所以应该是说你热爱这个活动，刚好这一个时间你也觉得说，你在表演的时候有人看。其实刚刚李前会长也讲嘛，这个空间是开放的。我现在只是说政府要不要给钱的问题吧，我觉得应该是这件事啦。今天这个东西它能不能载人这件事哦，的确是跟法规有关啦。所以这个部分我会觉得是应该是从消费者有没有保险这件事情来看待，因为就像我们这气球一样啊，去年我们有商业执照，照理说可以做商业飞行，为什么不我们没这么做？拿到执照不代表你真的能够负担所有的消费者最高的安全。那谢谢我们处长回应，我想参考听欣赏这个。感觉吼，今仔日咧重提啊，都也个总管处提管理，因为俺咧也个重提是公家单位的重提，所以俺咧无法度自由去发挥讲运用的去做，一切都许多也个总管处提管理啊吼，佢个条件啊。无法度讲过开放，来本人嚟做生意啊，算讲来做人啊呢。更加做人，硬因为讲热气球，天然都做得做生意的。硬咧飞行伞用的做唔得去做生意，也硬感觉过纳闷吼。硬要希望讲县政府注意点，硬咧20年呢，讲起来都20岁哦。我哽咽黑哦，难过黑毛。好，邓理事长加油，我继续讲，加油加油。
也个20年的地位吼，我迄么希望县政府来同俺委动俺的一个飞行员来同俺吹势的力量，本俺的一个飞行员继续哦生存下去，哦，而且变得为停顿下去的一个角色的，哦，也是本俺的最难过的事情啦嘞，哎。好，那我请教这个缓和一下，我们请这廖先生来跟我们讲一下，就说，其实我知道，我刚刚讲说，这里原本是一片茶园，是东台湾的茶的产业基地啊。那目前就说，怎么样？我们鹿野高台从一个茶园变成一个飞行伞的这个飞行基地，到现在变成一个热气球的一个办活动的空间。这当中当然会牵扯到不同的这个思考逻辑、不同的管理单位、不同的营运方式啊。您在地的观察，可以跟我们讲一下，说这20年来的演变吗？事实上，如果说以我们个人在地的一个来关心这个飞行伞跟热气球的产业的这个发展的话，事实上我们真的还蛮期许，就是这2个飞行运动能够相辅相成。那事实上我要跟处长建议的。热气球这么难推的状况之下，我们热气球都可以推到台湾的龙头。我想，也许在今年如果来不及，在明年度应该想办法帮我们的飞行伞做解套。那在飞行伞休息的热气球休息的时候，至少我们飞行伞才可以在天空表演飞行。那这相辅相成，让所有的游客来到这里有更好的选择。那事实上，在我们地方的其他的产业、其他的休闲运动配合之下，我们让打造鹿野变成一个非常适合休闲旅游的一个观光小城。谢谢。好，感谢您嘅廖理事长嘅说明哈。其实咧，在鹿野高台头摆讲到迄只茶园，不米到民国92年、93年的时间，由这个中国风景管理处用老农民买啊土地买7.4公顷来当做迄东台湾来发展那种比航渣嘅比航运动训练基地啦。过个当时呢，喺几年鹿野高台停定比航渣起比啊集团，不过不明嘅发通办理都非常的好吼。那种人家观光区方面，他是说，迄边苏州嚟做观光旅游嘅发通，唔单止係做那种休闲运动天啦。故说目前嘅时台，目前嘅管理单位，目前嘅思考逻辑，促成入去鹿野高台，对外地来游客来讲，可能迄只比航渣嘅一個高熱氣球嘅地方，但是嘅高層係影響性，沙區民眾對影響性嘅時代轉變完，產業嗰種嘅轉變，係發通內容嘅轉變，有乜嘅想法咧？想先講過以後，馬上過嚟討論。中央出面睇節目現場啊，今日節目現場來到推動沿鹿野鄉嘅鹿野高台，你喺當才辦理嘅係呢個推動縣政府辦理嘅熱氣球嘉年華發通啦，今年第3年啦。然後因為推動縣政府辦理嘅發通非常落實落力嚟做，故所成績非常非常嘅好。過去2年累計8萬嘅觀光人潮，算係有25億元嘅觀光產出額度啦。故所今年呢，暑假嘅時間，花蓮嚟辦，高雄嚟辦，甚至談講嘅南投宜蘭。喺個基隆吼，也嚟參加當中嚟辦理啊，所以講，規個台灣都帶動一隻，因為推動嚟辦理嚟帶動一新嘅一個熱氣球嚟嘅風潮啦吼。不過都係一種嘅新型嘅發通，老地方嘅社區民眾喺個產業嘅結合，做到幫水幫相互幫聽嘅作用嚟，像喺呢一個其他嚟討論嘅重點啦吼。啊，像新田電新聞記者講頭嚟，堂嘅喺採地鄉親咧，對一種發通佢哋會買想法。比航渣、福祿茶還有發動中國嘅建設，係鹿野高台嘅生態產業。不過自從比航渣做唔得轉型客以後，人客變少嘅，連帶嘅咪影響到在地嘅經濟發通。不能再載人飛了，可能會有一點。真的嗎？是哦。哇，真的嗎？高台冇各種設施嘅比航渣，有含一紮千無奈何，中國嘅天空嘛看起來真祥望。好彩推動縣政府喺3年前開始舉辦嘅熱氣球嘅嘉年華，本中國嘅天空再過鬧熱嘅起來，馬上要透過發通來帶動產業嘅永續。我們活動結束以後，球還會繼續飛，一年到頭只要天氣好就在飛。
所以我们创造了飞行员，我们创造了地勤人员，我们创造了一连串的产业，相关的周边的产业全部都要带动起来，就让这个产业在台东生根发芽茁壮。之下，因为这个热气球的产业也带动我们地方的观光产业，所以知道推動參加熱氣球嘉年華嘅人客，第一年就35萬人，去年增加到88萬人。16年後，係沒有實際帶動到地方嘅經濟，在地嘅居民有冇相同嘅看法？有客人到台東呢，他就有消費，有消費花錢就分布到各個層面嘛。人講人客喺度，你都有賺錢嘅機會啊，所以講我本身咧做餐飲咧，對感受深大。因為每個沙區地尾土地無共用嘅特色，你下個無法度做到就講用不到結合。當然，你是因為沙區老工作那片會密切來營造的事情。熱氣球跟飛行傘，我覺得他們是可以相輔相成，在這個地方上共同來那個生存，而且應該是對這個地方是兩個很大的主軸啦。比行站喺過去做啲講係帶動旅遊嗰頭嘅觀光非常重要嘅發動，熱氣球要將旅遊嘅觀光再個提升起來，也兩者之間係咪做得相幫相聽，就要看縣政府、地方政府、社區韓國業者係咪做得做行下潮潮嘅結合，將做得擴大觀光經濟嘅效益。好，刚才新闻样片，沈强刚才陈处长就说，其实乡亲对于办这个活动都蛮肯定啦，因为觉得带动了人潮，那有人潮就有钱潮。那当然，我想鹿野的乡亲可能比较希望说，把这个钱呢就消费在鹿野啊。可是，在县政府可能就觉得说，钱只要消费在台东就可以了啊。那这显然是一个两难，因为手心手背都是肉嘛哈。那您怎么看这个活动的办理对这周边产业带动的这个乘数效应呢？我认为热气球这件事情是有让大家比较感受到，不过这个我一直常常讲，热气球只是一个叫做母鸡，它要带的是所有的产业。所以为什么从去年开始，我们开始在做一个人的餐桌履历，或者在地的伴手礼，因为它只是把人带进来。我常常讲，观光是24小时，住的地方有8小时，有1/3在住的地方。有16小时，热气球大不了2个小时，或者他早上、下午都来一次4个小时，剩下还有12个小时，他是要去走走、逛逛、看看、买。所以在这个底下，产业本来就是我们需要去，我们期待它，就是它能够扮演另外一个观光角色。所以其实，而且刚刚大家从影片都看到，鹿野是一个很棒的地方它不管是茶然后它还是10大经典农村呢，永安社区，所以它不管是生态，而且它还是3度空间。刚刚我们讲的都是空中玩的东西，对，它有泛舟啊，它的自行车唐马路这个已经是国际知名的地方了，它很多的自行车道是大家骑脚踏车、骑自行车在都市。可是在这里就是不一样，完全的不一样，完全的放空，所以它基本上它能够玩的东西非常多元，所以实际上呢，这是一块宝地啦。所以不管是手心手背都是肉，可是这里的肉比较肥一点，是很不错的地方。好。刚才像我唱高的那个天先生哈，台湾这边样片你要对他设计啦哈，你谈讲无比行在，真的吗？外地哈，就问家己。真的吗？好，可能伊喺心情当中非常想呛了哈。但是你讲到哈，手心手背都是肉，两行产业对带动人潮，带来钱潮。唔同嘅产业头摆也有带动人潮，带动钱潮。你有冇看两种发通之间嘅关系？你喺心感度嘅想法有冇型？咩希望講啊，也縣政府我哋冇搶照顧也個熱氣球安尼做走嘅也產業安尼帶動出來，安尼改分析他講有看到安尼也個處長老嘅嚴重嘅也個戰績做改好出，安尼全台灣咧表現咧改成功，但是也個飛行傘得點點嘅說變得沒落下嘅，冇安尼跟你熱氣啊安尼上來。咁希望講縣政府對於安尼一個飛行傘一個部分啦他同個支持同安尼帶動後來向下呢
跟他带送来啊。刚才请教一下，台湾那个样片里都有烟状哈，烟状讲我哋迄动用愿景来做，所以我哋要来批评嗰种嘅鼻行炎哈，如果就福告。咱你那要希望讲，你当要做福告安泰啊，做本地方本来做飞行伞嗰种体验训练，啊就飞行伞福告，向下来做嘛，有用嘅想法嘛？嘿，也个区块啊，感觉为了强调也个初衷吼，迄每个人也个飞行运动学校里面有没有我们的飞行伞的这个部分教学的部分？在刚开始的就有讲，热气球它只是飞行学校的一个部分。未来是这样，未来其实我刚刚也提得很清楚哦，我们希望不管是飞行伞、轻型载具，或者是热气球，只要在台东拿到的都是国际认可的。我们的飞行伞玩家喜欢在这，除了慢慢可以法制化，他可以拿到，就是说他可以载客。我想台东县政府应该是已经是一个胆子很大的地方，那我们会觉得这种东西是一步一步，然后慢慢大家觉得台东就是不管是玩飞行伞、玩轻型载具、玩热气球，大家都信得过一个品牌的地方。好，那我想先请这廖先生来问一下啊，就是说，到底这个资源是有限，要怎么样分配？事实上，这回归到刚刚谈的主题，地方产业的问题啦。事实上，真的很多产业到后面，我们希望是能够永续发展，能够自主营运。实际上，在现场有相当多单位，包括有高台好协会、有永安社区发展协会、有瑞隆社区发展协会、有瑞和社区有永安社区，还有我们另外代表的是鹿野乡的车业联盟。像我们在谈一个地方产业，如果到发展到后面，它能够永续发展的话，事实上，我这里也要建议飞行伞运动协会，也许是现在是遇到瓶颈，不过如果真的可以的话，应该我们协会可以重新再来重整另外一种模式，包括我们是合法另外的单位，我们也可以找机会来写计划，来要其他单位的资源。那当然，如果可以的话，是县政府能够再帮忙加把劲，那它相辅相成也是 OK 的。那像我们如果回归到我们自己在地社区社团的一个经营，事实上这些年来，我们以在地的社区在推地方永续发展，我们会到处去找资源，我们会整合自己的商家，那我们甚至开始开创一些无限的可能。像飞行伞对我们来讲，热气对我们来讲是一个观光的一个亮点。不过当客人进来的时候，我们怎么让客人能够觉得这个地方很好玩，我想要留在这里多住一个晚上，我想来这里多买一点东西，那这变成我们在地的居民，我们的业者也必须要大家要团结起来。我举一个例子来讲，我们永安社区大概从去年开始创了一个台东2626市集。那我们可以很大声的告诉各位，我们是地方的一些业者，大家一起来合作，来创造一个不用靠政府补助款就能够自主营运的，每个月的第2个礼拜六，在武林绿色隧道举办的一个还蛮中大型的一个地方的农村市集。那我们都可以慢慢经营下来。事实上，有时候也要努力的是看自己的那种企图心。那当人都进来了，我们是不是有办法能够再让这些客人，除了好的那个休闲旅游品质之外，我们在地能够产业有更好的一个永续发展的方向？这样。好，刚才听理事长讲到自主经营啊，讲你20年的经验，都自主经营的部分有办法做到吗？要讲大家团结迄力量，来将事情先做到来。也个无问题吼。最主要今仔都法令那个问题，法令吼，也个法令都很难做唔得双人载飞吼。今仔目前在台湾有一个双人载飞店，都有法度生存。目前在台湾啦，但是俺们台东一个所在，你看哦，自从因为多一个时间啦，过去啊。都几多年来啊，这边俺们家下咩全部自主，如也两人家同俺停比啊，都希俺们做唔得做也生意，做双人载飞，都更加俺们冇事业啊，可买事业咯。感谢哈，好，加上要持续的关心用个地方产业发展议题啦。我们刚好想请教一下给廖先生，就是说，你们觉得说在这样的活动办理过程当中，你们面对的是全国最大的这些企业啊，来跟你们一起来竞逐这样一个
观光大饼，究竟是小虾米遇到了大金鱼，还是说其实你们可以在这个大金鱼的护航之下，其实也可以有丰硕成果？你怎么看？事实上，在现场有很多我们在地的乡亲，他们待会应该都会有想要反映这方面的东西。如果以我们在地的业者或是在地的民众来讲，事实上到今年第3年的热气球的发展，因为我想应该也是制度面，包括发包的问题，所以说像如果在现场这边设摊的，对当地居民来讲是很高门槛的，对我们地方的租金好像是73天10万块，保证金3万块。对，没错。所以对一般小农来讲，这可能就很难，所以才会延伸出后面有很多小农自己在自己的农地那边就搭了这个要卖东西的一个摊位，那。反而触碰了相当多的法令，所以如果说要在短期要看这个今年热气球效应对地方来讲，事实上当然某些产业是一定 OK， 民宿啦、餐饮业啦 OK， 那像有些店家的话，可能还要再做评估，因为这样的效应事实上在地要实际做参与是会遇到蛮多的瓶颈。我想这个应该可以开放给我们现场的我们的乡亲来发表他们的意见。那我们就开放给现场乡亲。好，那现场乡亲哈，你们对于说这个活动期间，对于比如说这个来承租摊位啦，或者说做一些这个其他的这种这个小生意啦，有什么样的想法没有？或者说对这周边这个社区的这个营业的这些建议有没有？请举手发言好吗？刚刚我看到那屏幕上有一颗茶壶的气球我当然若是说还是县政府以后还是在筹办这一部分我们很建议这是可以结合产业因为我们高台地区就是茶产业嘛茶产业现在我们是鹿野地区主推红乌龙，当然若是说红乌龙的公仔或是茶壶，可以是它是一个热气球，那当然这就是一个造型气球，不一定要做愤怒鸟，不一定要做绅士蛋糕，对，可以跟地方产业结合。茶壶就是很好啦。那高台葫芦茶产业的部分我们现在有协会的成立，我们也有想法啦，我们有饮水的想法，我们有那个茶产业一些工厂的就是借由那个制茶体验的还有茶园的复耕发展，还有就是红乌龙的采摘制造我们有这样的想法。不过也许有机会的话，我们还需要公部门来给我们指导，对，技术指导跟对，我们需要他们关怀啦。希望说高台，因为产业葫芦茶是高台的一个指标嘛这个是需要护心的。我认为是不能放弃，而且这是可以结合这个观光产业，真的是很棒的一个产业。今日来到呀，大家真欢喜真有缘。我收听有的建议讲我们青青草原为什么看不到我们华草？我们县政府感谢县长创造好的商机，为什么把我们那个华草青青草原的华草停止？请问处长，这个应该我们要双赢才对啊。那么多客人要华草，为什么没有？碧海蓝天，青青草原，一个华草都没有，飞行展也没有。请问处长给我们一个很好的那个答复一下，谢谢。我们刚刚听到的是住宿、餐饮，它是绝对马上受到一个马上的帮助，但是产业的部分我不晓得，如果有可能有一个，譬如说我们的鹿野的农业的采风馆，比如说简单讲，就搭出一个区块来，是让鹿野的产业，包括农夫。其实我最近一直在跟农夫在接触，我发现一点就是说，其实游客很喜欢跟农夫直接买水果，因为农夫还会教他怎么挑水果。我们通常在那个大的批发商去买进来的水果，一直到市场去，常常会买错水果。那如果说让游客，因为我也看过好几个农夫不错的是，他跟游客如果可以有直接的接触他的水果是可以用好的价钱卖给游客，他自己会有利润。但如果他没有一个露出的机会，其实对他来讲，他永远只能拿到大盘去卖或者小盘去卖。所以我想，我们在这个空间里面，或许需要更多农作物的呈现了，要不然其实看到会都有能力去承租摊位的人可能都不是这些农夫啦。那农夫事实上是没有这样的机会了。所以您觉得这个租金10万块很贵？
相对来讲应该是负担是比较，而且他需要人在这里。比如说农夫自己其实也不一定那么有空，但是如果说你有一个摊位是共同管理也可以，或者农夫来轮流管理也可以。对于水果的专业农夫是绝对让我们很高兴的了。其实我从昨天坐火车下来的时候，好山好水，那一路上的风景，我真的觉得台湾还有这样子的地方，真的是很不错。那幸好也没发展高铁，没有那么快带入那些商机。那我先尽量的整理一个重点。第一个，先回应之前魏内先生，你提到农夫市集，这就是公平交易。现在台湾进入很多公平贸易组织东西，那与其引进这些大型的机构，我觉得政府的角色就是要去整合。政府的官员是有高度，你不能去要求当地的人民去有这个高度去整合这些资源。政府的就是做中介。那我不知道说政府官员像您，不知道是处长是不是？对，陈处长。处长的话，你没有把你的秘书带来帮你做些笔记，因为你一个单枪匹马过来的话，你也记不了那么多事情。那你应该带个秘书帮你整洁，这样子才有人帮你记下这事情。那我们的纳税钱就是要做什么呢？官员不能坐在办公室，一定要出来，然后去跟当地的人民知道他们要做什么。你们的高度去帮他们整合，把外面资源引进来，而不是把他们的商店搬到这边来，不是把 7-Eleven 那边台北的东西搬过来，而是把他们资金引进来，去用这个资金去带动辅导现在当地的东西。因为这边你说要卖那些东西，我们台东太多东西卖了。我昨天晚上到，我就买了一堆蜂蜜。就光是蜂蜜，当地的农产，你要怎么去包装？也不是说完全都是卡哇伊，把重点特色、你们的好就说出来，而不是把外面东西一直讲，是把外面的资金，然后你把它整合，把这边的产业提升起来，告诉台东，我本土的东西就够好，比你们台北卖的更好，比你们外国的卖的东西蜂蜜更好。那这么多的资源，那我是希望说政府能有这样子的做中间的桥梁，而不要是大家单枪匹马。单枪匹马这些是靠热忱，那大家做也会累。做完这爸爸不一定儿子会接啊。好，对，好，谢谢。希望台东会更好。好，谢谢这位小姐对台东的肯定。那处长今天走出这个办公室，听听大家意见。先回应一下我们刚刚一些乡亲的这个说法。观光活动一定是非常多元，它永远都没有一个止境。如果我们一直认为我们的观光是已经到一定了，那我们很快就会被打下去。所以观光它基本上它有一个魅力是无止境，可是它同样充满挑战，因为你随时要创新。那至于飞行伞这件事情，我觉得它还是回归到今天我想我从头到尾都没讲飞行伞这件事情我们不做，而是这一块土地原来是管理机关是另外一个，我们必须要一步一步的去克服。就像这气球一样，它是需要你看它走了2年多，改了9个法令。那这2年多它到底修改了多少个法令？所以我的意思是说，很多东西不可能一步到位，可是我们有在走。那另外刚刚在讲租金的事情，很抱歉那里有2个农会的那个租金是打折的，所以实际上有很多事情，我觉得是对我们是不公平的就像一样，借着机会说清楚。对，所以就像一样，在免费接驳、免费停车那个地方，是有释出一些空间，谁要去摆？我们在地的是用比较便宜的这一块，其实都在的。所以我们其实无非在这个场地，因为它是国际活动，我们希望所有的服务是到位的。所以为什么会今天有一个人他来到这里？他说他去年来5次，完全因为天候没有搭到。他第6次来到台东，他是在台中，你看来的走了半台湾。他说我们今天是黑胶片变成 MP3， 我们有在进步。所以我还是要讲，没有东西是100分，不可能有100分，我们一定永远有进步空间。只是今天我们是一个村民大会，我们要的就是大家的凝聚力跟大家的互相提醒，把所有的东西都做到位。那也不要互相责怪说谁没有做到什么，因为我相信大家在座的都是非常关心这一块地的。那我想最后呢，想我开放本现场乡亲来发表意见好，那想发表以后呢，向台东的来宾做回应并总结。还有哪位乡亲有意见？哪位乡亲有意见的？我们在强调台东县飞行运动协会目前来讲不是在争那个营业的问题，就是说希望这个休闲的活动能够推广。
有希望有像种子的飞行，我们来训练它，也希望都有一些新的人来参与活动。那我们一直感受就是说，这边是我们飞行的基地啊。今天所有看到的设施，都是因为我们飞伞来设出来的。然后现在你不没有飞伞，什么原因呢？我们怎么不喜欢这块地呢？我们当然喜欢呢，对不对？现在小北那边，现在中管处也跟我们讲了，那边不能再飞了，地目不符了。现在就是说一直在跟我们谈法规上的事情，我们实在是很纳闷啊。法规当然是也是当然遵守，全省各地都在营业，都在飞，哪个政府部门在管？没有啊，都是在协助他们，帮忙他们解决困难。好，所以有效积极管理，还是您觉得说针对飞行伞运动这部分，在鹿野高台扎根20年，应该要被这个审慎来处理，要有给你们应得尊重。我是希望说这样能够带动这样的一个休闲活动。我的宗旨是这样了。好，谢谢。这我们宗旨了哈，谢谢。哎，刚才像我唱到听理事长也做总结了哈，你的看法嘞？最希望就是说，县政府这个部门处长，拜托你，当积极的为我们这个飞行伞看怎么样把它突破当再造我们飞行伞的热潮啊！谢谢。好，谢谢那个处长，您刚刚讲到热气球的推广，我们从交通部民航局。从这个载具、从器材、从人员检具等等，通过9项的管理法令政府可以为了热气球通过9项法令来配合这项新兴的活动，但是已经扎根20年活动，却限于无法可管，或者说他们有心想做，但是也没有办法。受限法律没办法好好做这样一个窘况啊，那这个部分其实我想，如果空域活动可以在台东鹿野高台发展得很好，应该也是台东县之福了啊。那您怎么样看目前这样的一个状况？那最后也给我们做一个愿景的报告，谢谢。我觉得我从头到尾都没有说飞行伞这件事情不能纳入管理我只是觉得说它这件事情它一定要往下走嘛，一定要有未来。那在这个底下，就是在各界，不管是民间或公部门，大家都要一起齐心齐力。那你说，热气球这个法令，它遵照的就是国际法令，民航局所走的是国际法令。你说不是县政府，其实是2年多前我们真的去拜访，法令不会一天完成，它再怎么走，它都需要一点时间。可是这个时间需要，不是就停滞，而是要往前走。所以我跟你说，那个理事长讲。基本上这件事情我只能说，当我们某些事情已经到定位的时候，我们也愿意来，纵使不是我们的事情，可是我们也愿意来做另外一个程度的克服。只是你像我感觉上说我不尽力，可是现在我觉得有一些更要先扎起来，我们才有办法往下走。同样的，我就还是要讲。观光这个东西它是多元的，可是这多元的里面一定是大家分工合作，要不然会进度太慢所以也因为进度太慢，大家看到飞行伞为什么没进度嘛所以我要讲的是说，其实今天这些事情真的大家，尤其是已经10-20年，一定是更了解这件事情，民间先来推。那我知道去年消基会也注意到这件事情，他也驱使中央部会。主管机关他去慢慢去做这件事情，我觉得搞不好不到几个月，或者是在1年，这件事情刚刚所讲的事情，他已经在被克服了。好，谢谢。那最后这廖先生，一个想飞的梦想是人类自古以来想要的。那对台东也好，对鹿野也好，这种观光产业是我们的未来发展的一个愿景跟目标。所以以目前的话，整体的观光产业正在起飞，当然鹿野也做了相当多的准备。那我们期待的是说，在未来的这个整合跟推广之下，我们在地的乡亲跟我们所有的伙伴们应该是开始要建立自己在地的特色。当游客进来了，我们有没有办法能够提供他最好的服务？当游客进来的时候，我们有没有提供他最在地的一个特色的产业之类的东西？我想这是我们未来要克服的。那有热气球跟飞行伞的这个带领之下，事实上我们应该可以走得更顺。谢谢。好，感谢。像毕业的那种梦想，他赶紧都以为啦哈。比上田看到新疆的竞赛，伞叶也想要比。
其实上个比希望讲做脱离头摆嘅穷苦，要脱离用现目前的困难，做提升自家的层次。像家庭经济嘅介绍推动嘅需求，也看到地方嘅产业、地方嘅声音，其实对比呢件事情，对比一种嘅心态，其实有蛮嘅想法啊。青岛意见嘅交流，我想咧系非常好嘅一部分，也村民太会行到中度强谈大家声音，发表意见嘅节目之最目的啦哈。像他推动县政府也讲，佢都有合法嘅球嘅、合法嘅台湾本土嘅比行员哦，也再来提供游客当安全嘅一种比行嘅乐趣哈。像今日一天，观众朋友假使想要来体验一下，想要比样嘅心情哈，像推动迄只选择哈，像也介绍本大家来了解，还有唔记得6月了，请等一下嘅客家庄。好，感谢您的收看，大家安子再会，谢谢。